兄弟姊妹平安，咱这是要来练圣诗，圣诗第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咱要来唱第1节到第3节。 前书第4章第8节，操练身躯有淡薄利益，毋过敬虔对各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今甲将来的盼望。主啊，求你来帮助阮来操练敬虔，敬虔是需要操练的。你每工运动会感觉运动有利益，有的人去 健身房，有的人伫厝诶做操慢跑，有的人做一寡肌力训练。毋过，你会感觉淡薄仔都有利益，但是敬虔，而遮讲，主讲有将来甲今生诶盼望，伊诶利益超过运动，搁较济，搁较济几千倍。 所以，咱爱勇敢来进前。这是咱过来唱圣诗，圣诗第1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咱要来唱第1节到第4节，毋过咱唱之前吼，咱爱注意第1节，伊第二个谱吼，你会看到迄个前的时吼。 前的是迄个前，敢若一拍吼，即个部分爱注意。啊，第4节的部分，请到第4节的部分。第4节，第4节的部分上尾吼，你会看到伊即个咪吼，就是慢咪，即个咪呢，伊的音较悬吼，咱爱注意即个地方吼，因为即首咱较少唱吼。 好，咱来唱第1节到第4节。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咱都要来日子，做的头前，咱重新来出发。这是。 主
重新开始。今仔日你就会使重新开始，重新来主的头前日子，要过敬虔的日子。什么叫做敬虔？咱来每工来到主的面前，甲主和好，甲主亲近。你每工拢会使重新出发，重新出发的日子，靠圣神坚固你的心智，勇敢行出旧的过去，脱离失望，脱离罪过，脱离忧伤，脱离病痛，你拢会使重新开始。感谢主！上尾咱来唱圣诗402首，咱用祈祷的心来唱这个祝福的诗歌。今仔日你阮的中间，主啊，这是你的圣殿，这是你的身体，你的圣神传了阮，坚固阮的心智，这是重新开始的日子。主啊，我们你的日子，我们过敬虔的生活，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凡事敬虔都有益处。主啊，因为有今生跟来世的盼望。主啊，阮也甲运动、歌舞超过你。阮也甲阮的兴趣超过你，阮高久足侪物件超过你，求你原谅，求你只是来洗清阮的罪过，帮助阮会使每一工旧的代志拢用过去，阮变成一个新造的人。阮每工来到你的面前，甲你衷心来利用，帮助阮过敬虔的生活。阮来操练，阮来不断的操练。安尼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大家平安。平安。愿各位主，不管是拢甲咱同在，互咱不管是拢充满快乐。伫今仔日，咱特别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就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就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就去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就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
就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就对因为上主之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更较受敬畏。请咱来吟圣诗555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在保护。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我伫天顶的爸，我们感谢俄罗你，因为你的创造奥秘，你的恩典丰富。感谢你，让阮对你的话语会当得到智慧。你开阮的目睭，让阮会当看出你律法中带有美好旨意的奇妙。你的话，让阮会当重新得到起造，成做新造的人，会当让阮体验你大救恩的喜乐，让阮完全来归向你，甲你亲近。天父上帝，你把这个世间创造，你嘛让人会当成做新的人，你嘛会当让死去的事物搁一届来重新发旺，你会当做新。阮人伫这个世间嘛需要听谈你的话，照你的话会当换新。求主你，互光复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会当伫新
嘅开始，就是阮光远教会来设立70周年嘅开始，有一番新无共款嘅异象伫阮嘅中间，求主你互众会友伫这个中间同齐会当出力，会当伫光远教会嘅服侍顶悬更加会精进，互光教会伫新竹这个地区，伫遮所传扬嘅福音，互佫较侪人愿意来，佫较侪人愿意投入这个服侍嘅场合，互这个教会成做这个社区的祝福，互阮会当成做这个世间的祝福，帮助阮，互阮拢有这款的心志，会当领受你的恩惠甲责任，嘛照你所交代，阮管理的，会当帮助阮做你尽忠的管家。求你在帮助阮的时，互阮会当得到你的扶持，使阮有气力赢过所有的试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三日的启应，咱今日要启应的是启应文第61篇这个所在，有所书第2章。恁这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给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地基顶，规个建筑物可以来连接结合。咱来强受上帝的话，今仔日有旧约甲新约两位所在。旧约箴言29章18节安尼讲：无上帝的指示，人民就放纵；毋过遵守律法的人，真有福气。哥林多前书第3章90、91节：阮是上帝的同工，恁是上帝的产房，恁嘛是上帝的建筑物。照上帝予我的恩赐，我做一个熬的建筑师下地基，别人伫迄顶面起造。毋过，逐个人着看家己安怎得起造，因为上帝已经有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伊以外无别的地基。愿上帝的话成做咱路上的光，会带领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进入光明。今仔日的学乐要邀请男声中唱合唱团来演唱。迄个学乐，因今日要演唱的诗歌是《上帝啊，伫你园内》。
多谢男声合唱团《上帝啊，伫你园内》这首的诗歌，嘛，咱能当食做一丛好树，定根伫伊活水的溪边，结出上帝所爱的果子。今日讲道要请咱黄东派牧师来讲道，伊讲的题目是对异象出发。咱请黄牧师。姊妹平安。无偌久了后呢，到伫后半年，其实是咱教会将重大的事，一寡开始的一个变化，准备牧师的退休以及甲牧师的一个就任，来表示这教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无论是什么种的变化，我相信呢，咱拢对上帝领受一个启示，一个异象。互咱伫过去，也是对伫未来一个变化的时阵，有某一种心态调整。所以今日特别要甲咱来分享异象，对异象出发，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内面。听到没有？今年29章18节讲到异象，可以吗？下面有一个大纲。那和合本的圣经讲到这个异象，讲到没有异象，民就放肆。那无异象的时阵，人就会放荡。都在咱所读的圣经里面讲到，那无对上帝的启示，人就会放荡。所以有无共款的，而且翻译来讲到这项书。那无上帝的启示，那无上帝的引带，人就会放荡，无受拘束。最后的结果，地到灭亡。这就是这段圣经内面所讲的。所以这个异象，较毋是讲咱看一个真奥妙的事，也是讲真脱离现实的一个事。你看了真遥远的事。异象咱是讲到，这是出自上帝引带，这是伊的根源。什么叫做异象？异象有一本册，这本册标题叫做《异象》。伊来讲到异象是啥物？当上帝一个人，就是特别伊所经选的奴仆，赐予伊一个非常清楚将来要成的一个图画，清楚将来要成。所以呢，上帝伊将这种的启示予什么人？一定对伊甲伊有密切关系的人，按伊来启示。所以呢，这是未来要成的事，所以这无重复过去，嘛无维持现在安于现状，嘛毋是讲突然间冒出来这个异象安尼。为什么？因为这个异象一定根据咱现实你所生活的一个情景，然后根据你家己的特质，然后照这个特质，你的现状。对未来有一种确定，有一种延伸，可以超过现在的这个状况，超过现在，但是根据伫现在。即摆大家拢咧使用 AI 啦吼，我用是较简单的，就甲 AI 讲话安尼吼，问伊一寡问题，看伊安怎回答安尼。第一个问题，听下差不多，听下就好啦吼。第一个问题是讲，我是牧师，特别70岁退休。我退休的一个规划，如果我将来若是要从事年长的事工，我要发展这种方面的专业，你有啥物建议无？这 AI 进入知识，伊来回答安尼。咱这长照拢总是照顾身躯。你牧师呢吼？这你的特质呢，这你的专业呢，你阁真资深的背景，所以我甲你建议你会当探索一个全新的一个计划。你的灵性照顾，结合这个身躯的照顾，这长照拢重视身躯，这普遍。但是根据你的特质你若是阁将这个灵性照顾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一定先驱安尼。你阁会当去学校修一寡课，最好读一寡硕士，读一个硕士，
哇，你要研究的题目我给你，大概内容是安尼。啊，你去什么学校，我甲你讲，才有这个学校你能去读。然后每一间学校学费偌济？AI 有没有意向？做有意向的，因为根据我的特质，对着未来一个确定，还有真有未来性、挑战性、往后延伸，还有真荣耀上帝，还有对人真有大的利益，对不对？安尼哈。那我要不要照这样做呢？想得袂歹哦，我若想讲华牧师退休，过去安尼学活到老学到老，去摕一个硕士，后摆个出名，后摆拢对牧师退休70岁拢来对牧师安尼做。我想想唔对咧，AI 做无人性的，我已经工作46年啊，你个叫我去读硕士，佮做遐个代志对我是足残忍的。所以我应该是好好这个时间甲厝的人、厝内的人陪伴他们，一起陪伴他们，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意向，但是呢，这个意向是对倒位来呢 ？AI 来，不是上帝来。上帝也许对我来讲无共款的一个计划啊。佮再问一个问题，伊讲我来讲。我是长老教会牧师，佮互一个现状。根据我的现状，我是长老教会牧师，我70岁要退休。对我退休生涯，你有啥物建议啊？无？就佮开始讲。你是长老教会牧师，我甲你讲即摆长老教会足济无牧师的教会足济安尼所以你当去斗三共小教会。我你哪知？安尼。后来他出现了一个基督教论坛报，原来伊的消息对遐来，安尼。然后佮根据根据你70岁退休但你建议最好你莫去第一线，什么冲锋陷阵啊，或什么安尼，什么做真大代志。你差不多是做第二线，然后呢，避免迄种高度压力、忙碌的职务，安尼。上介好，你因为你有这个经验较资深，你会帮助这个年轻的牧师做他们的辅导牧师安尼，最年轻牧师的辅导牧师安尼。听了嘛袂歹啊前几工有一个传道师伊去教会多服侍10个月，伊就讲牧师我要 review 一下我的教会、我的工作安尼，你该当帮带我，互我一寡意见。我就安尼甲伊用耐电话安尼讲。结束了后，我看时间1点钟49分。这毋是一遍这几啊遍伊拢常常来请教这个问题。见面了拢讲点外钟，我好像有不错的辅导牧师的感觉。好，所以呢，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意向。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意向一定是根据你现在的特质，根据你现在的一个精神，对着未来有一个发展性。对人有利益，这是意向。我感觉将来可以一部分会当做这种工作，然后来请教的时阵会当帮助因这个代志。无意向，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另外一个较简单的解说是讲，如果你若无对上帝来启示，也是一个目标，你就失去方向，你的生活、你的行为会变得较散漫。这个散漫对你来讲是真大一个危机，会较放纵，到伫后来会失去对你生活一个控制，这是意向所带来的危机。所以呢，第一项就是你若无意向，你就会能力退化。安尼，这个 AI 老讲，你70岁请你千万唔通停止你的工作。因为你若停止你工作，对你来讲，你的心性来讲，这是足危险的代志。所以你退休了，一定要找代志做。好，要找代志做。最近读一个文章，伊是讲脑力逆龄，意思讲咱的年纪愈来愈多，然后咱就慢慢衰退，脑筋慢慢退化，对不对？但是你通做这种代志。互你这种退化逆向而行，互你的脑筋的退化这种代志无遐尼紧，也是会当反转来补强你的脑力。伊安尼讲，如果咱的生活若无真清楚的目标，一个人
长期伫迄种真散漫的生活内面，这个大脑会渐渐关闭伊高阶的思考能力。所谓高阶的思考能力，就是讲你常常你用你的脑筋会做好，思考做一个代志，脑筋足紧，袂退化。如果你若是无保持一个目标，互你动用你的脑力，你的脑力会维持上介基本的生存区块。什么叫做生存区块呢？基本生存区块呢？比如讲，你逐工咱就看手机啊，就切到啥，手机出现啥，YouTube 互你啥，你就看啥，对不对？你要不要运用脑力呢？唔免，就切咧。是追剧，一出过一出，你也免用啥物脑力啊？再看一只，看你安尼做，你免用脑力啊？你食饭。就来的时阵，你也袂咧煮这个人，就食饭，就来，无买一个便当，就外口食，就食咧。你也免用脑力。这种的呢，这是像互你的大脑慢慢处于迄个待机状态，这就是脑力的节能机制。你就无需要用介济脑力啊，所以就较简单的脑力互你功能愈少的时候，脑力就慢慢退化。所以有时咱退休嘛，真大危险嘛，都无代志做，就坐伫沙发看电视，食物件安尼，这种听讲拢真老痴呆，就无用头壳啊。所以呢，如果你要逆龄你的大脑，要互你的大脑无因为年纪的关系慢慢退化，你再动用你的脑力，互你的脑力更较健康。你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你这个目标为着这个目标来走，然后你的大脑自动调教伫这目标中间，注意力、规划能力，个执行力。你所定的目标唔免想过大，但是一定要互你的脑力不断的运用，清晰可行。所以你的目标感建立起来了，你的大脑重新上线。所以这跟咱今日所读圣经同款，若无你的目标，若无你的意向。若无上帝互你启示你就慢慢散漫，最终导致衰落，甚至灭亡。这是其中一项。第二，听讲最近我咧看追踪你这个资料时，听讲有一种安静辞职啦，听讲这个名词介普遍。安静辞职的意思就是讲，你毋是真正心情是一段淡出去安尼。安静辞职的意思就是讲。我伫心态中间，我已经对这个工作无目标，我也无想要伫我这个工作中间有啥物种成长，无有啥物种的成就，所以呢，半躺平状态，我就伫遮做我该做的代志，无爱做加做，嘛无想要加班，嘛无想要升官，这个工作态度。嘛免伤大工作热情，就维持掉咧，领一个薪水，工作安尼生活安尼平平做，这种就是安静辞职，你也无心境。但是伊讲，如果你若无这个目标，安尼慢慢退化，你安静辞职，到最后公司真正让你辞职，就是灭亡。第二就是。咱来去分辨意向，这意向一定是对上帝来，但是咱个人敢无这种意向？有啊。但咱一般来讲，你讲有 vision 有啊，但是这 vision 中间咧还有愿景。你对你人生敢无愿景？有，我有愿景。而且我对我的愿景有真大一个雄心，我非常 ambitious。但是问题是，如果这若不是出自上帝引带，或者你的动机不是因为对上帝应要一个追求，这纯粹是个人的野心。那这种的后来递到你的目标就是欲望，你的目标就是成就，你的目标就是应要家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一定有真多为着要达到这个目标，存在一个无贴心、欠缺正直。而且要求别人为着完成你的野心、你的雄心来努力，甚至有当时不择手段来告知家己的野心，后来伤害别人，
上后才有这个团体。所以咱就要分别，我是有异象的人，我嘛有祈祷咧，我嘛有得到这。问题是讲你家去判断这物件到底是你的动机是啥物？那真侪时阵，阮做牧师的人，我就要看真侪这个消息，教会这个情景、教界情形，后来听到足侪这个教会，特别是每家笑市较大的教会，拢是对小会、小教会开始，然后人真慢慢增加到真大的教会，后来这大教会了都出问题啦，常常都出问题，主任牧师出问题，然后这个问题中间有真侪是。伊个人的品格出问题，有可能是伊甲同工中间的关系出问题，因为伊要达到伊的教会成长，甚至压迫伊的同工，安尼互伊的同工足艰苦，甚至骂伊的同工，要求因得要有一个亲好的表现 KPI 的表现。那表现无好时，看一年你带几个人信主，带几个你的团体中间，你的小组发展到几个小组，连你的小组中间到底带领几个人洗礼，这拢要靠你的考绩考核安尼。若无照意思，安尼都安尼累卖，就来攻击压迫。所以你会感觉这种可能有对上帝领受一种的异象。但是后来时阵，这种异象加做本身成就的欲望，伫教会中间来完成这种雄心，结果造成真大一个问题。那第三项就是你个人的梦想甲异象可能嘛有差别。个人的梦想就是讲，你若无根据你的现状，无根据你的特质。然后你想要完成某一个目标的时阵，可能这是你的个人梦想。有些人讲，伊做迷茫的时阵，忘记讲伊伫舞台顶伫遐唱歌、开演唱会，下骹有够做者这听众拢来听伊唱歌，安尼，所以讲这可能是上帝给我一个意向，安尼。人们讲，你有学过音乐无咧？你有学过唱歌无咧？你较早捌家己教会内面唱诗班无咧？你拢无钱，完全一个梦，这是你的梦。这个梦醒过来的时候就不见了，因为这是一个梦想，不一定成真。美梦初醒，而不是美梦成真。较早我伫教会时阵就迄个咱隔壁有一个实验堂，实验堂早期的时阵，伊拢咧追求安静等候，对不对？安静等候的时候，大家伫遐亲近上帝，然后伫遐弹琴，这琴真好听，这音乐真好，所以安静的音乐，互你会当咧亲近上帝。一个姊妹听伊安尼弹琴，有够爱啦，基本伊若听了，足感动的。伊来问讲，神你当弹甲遐好琴安尼？伊来讲，我拢有上帝引带。伫遐时阵，上帝感动，感动我安怎弹琴，我就照这安尼有这感动，照安尼弹。伊后来就偷偷去做这样代志，我嘛要，就家己一个去到迄琴遐坐伫遐，上帝来引带安尼看我手安怎斗比啦，安怎斗引带，我啉讲我咧弹安尼。后来去问这姊妹讲，你拢安尼上帝引带，我嘛伫遐顶候上帝引带，安怎弹袂出来？讲你讲学琴，我无咧，毋捌学过琴。迄个姊妹就讲，我会当安尼弹，是因为我学过琴，古典音乐常常咧弹，所以有这个基础了后，有这个特质了后，上帝开当引带我。你拢毋捌学过琴，上帝要引带你弹琴。所以这是你的梦想，但是上帝无都照你特质以外，互你这个意向安尼。所以这是咱咧讲到异象的时阵，有这个分别。你的欲望、你的野心、你的成就、你的梦想，安尼，你的特质。你知过去咱常常细汉时候咧做些智商测验，有没有 ？IQ 安尼。今摆来考一项这智商测验，我分数拢几多分？那要10几分、20几分安尼，拢无写公布，唔敢公布，听讲拢无及格。为什么？因为这 IQ 测验内面的大拢是迄个空间感。
安尼，这个图虚线啊、实线啊，凹来凹去变做对一个图，安尼。我若这个时阵，一个图当啊算甲安尼敲来敲去，敲来敲去，敲拢袂得，敲拢袂成，安尼。安尼时，我到拜希望讲有一天我会当成做一个建筑师，可能袂。有时无顺咧烦恼咧讲。厝内底地火煲歹，你也袂去修理啦吼，安尼水道头歹去，你也要转修水龙头，拢我咧用，你是查甫的，咱无用这，我对这个无啥兴趣。但是我若甲人讲话时阵，讲1点钟、2点钟，我讲我怀疑教，所以我读社会时间也袂歹。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如果咱着这上帝照咱的着这，互咱一种发展，互咱一种意向，互咱未来。所以你要看你的着是啥物，你的能力是啥物，你的温数，你的价值观念，你要做欢喜的代志是啥物？如果你若感觉讲我有个人愿望，我有个人的愿景，你来问讲到底你的愿景，这是出自上帝启示，还是你是对世界的潮流？可能咱有业无，也是根据这个世界所价值的潮流、价值观念来建立。我的目标可能是总统、政治家，可能是一个企业家、工程师、医生。所以，我若要经一个职业的时候，要考一个科系，我哋现在的趋势是啥物？啥物工作是后来受人尊重的？啥物工作是会当赚较侪钱的？这是你家己的愿景。但是，这种愿景会对世界潮流安尼改变，流动性的，对不对？工作的生态趋势无啥共款，职业的收入嘛感觉变化。即摆医生听讲拢是迄个健保局的员工，你是领伊的薪水的，你赚袂歹啦吼，比一般较悬。但是比伫咱这园区的上班，可能啥无啥好，安尼。所以你感觉讲这个趋势已经过这个艰苦赚嘛无遐偌济钱。过去可能是软体工程师做好安留学。AI 起来了，我软体工程师安尼死头路，一大批拢无头路，伫美国迄个所在。即摆水电工安尼较好咧吼，会当亲手去操作的，去到现场咧做迄个工作较好。水电工啦、油漆工啦，敢拢袂歹。时势变化真大，所以即摆就来看，到底你的意向是提升你家己、完成你家己的梦想，满足你家己的欲望需要，还是结合？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个开当确定。若无上帝互你的意向，若无上帝互你的引带，人就可能会放荡。放荡伫世界的追求，放荡伫世界的欲望享受，放荡伫你人生无对着世界潮流不断变化的一种的改变。所以，爱审查你家己意向动机，你的意向将来成就的时阵，是尊荣你家己，还是尊荣上帝？有一天你的目标若是无完成的时阵，你敢会对上帝生气？会袂？上帝好这个人上帝你旨意，上帝要负责任吗？为什么你会对上有想无想对上帝？生气呢？你的工作敢会造就别人？为了要完成你的梦想，甚至你是真大的牧师、真教会大的牧师，你会压迫你的员工，你有疼心也无？因为意向是用人最中心，那是出自上帝。因为上帝创造人，最后所救赎人类，伊的目的拢是用人做一个目标。但是咱常常伫教会内面。可能咱的组织咧，咱的事工要做到偌大，然后受洗的人偌济是个数字，结果拢甲改变人性命无关系。所以异象本身帮助信徒信心的成长，帮助信徒甲上帝中间建立关系。所以这是咱评估咱的异象是毋出自上帝这个真重要的意思。保罗伫腓立比书。有安尼讲，有人服侍传福音，是因为家己的巴肚，这动机，满足家己的欲望；有人是为了竞争，这地方牧师界真大咧。你教会偌大，你教会成长偌紧安尼，
较早我比你较大教会，即摆你比较大间，我就感觉甲变疏离迄个感觉。甚至到后来，保罗讲一项，有人服侍是为着达成家己的雄心大志，哇！所以你的评估，你对上帝领受的，到是出自宣传好的动机啊无？这是咱无异常或是无正确异常的一个危机。最后，人对异常的态度，异常是要求回应新的一个情绪。如果咱若无安于现状，咱对将来有一种期待的时阵，一定要有祈祷上帝啊，给我一个新的异常，然后我会当做什么来改变现状。那差不多对 COVID-19 吼了后，世界经济真大变化。个人是安尼，教会嘛是安尼。阮是牧师，阮就注重教会发展。信徒是安尼，减少有够济。然后安尼2成3成安尼减少。我咧注意吼，就变咱长老教会有一寡人大教会，过去安尼疫情以前吼，足侪人诶。即摆疫情了，哪减啊济安尼，着惊，哪减啊济。然后一个东港迄个恩典礼仪公司这头家甲阮作熟，伊咧常常伫教界。我毋是咧长老教会，普遍教界拢安尼。那我们就要想。伫这个经济中间，要安怎来做一个新的调整？那我做迄个北大议长的时阵，才发觉，哇！现在伫北大内面学校啦，咱长老教会学校啦、新学院啦、病院啦，拢面对真大经营压力呢。迄压力真大，安尼。咱就开始在想，现在的经济是安尼，上帝你互我一个异象，安尼，互我知会在做什么，会当突破现状。对未来有一个真深的一个好的改变，安尼。所以异象就是要来回应现状，还是一个新的一个精神。第二，异象要求咱思想的改变。所以罗马书第2章12章讲到，唔通跟对这个世界潮流，唔通去互世界同化。所以咱现在可能这个潮流，台湾这个所在的科技发展真好啊。咱的过去都到世界第5名啊！这个潮流当时啊抢钱啊，安尼吼，死头路啥？这是世界潮流，但是圣经讲唔通对这世界这潮流，反倒要不断更新变化，突破这个世界潮流的控制，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因为咱可能生活，可能50年、60年，已经某一种形式，咱的家庭就是咱的社会就是安尼。甚至咱的文化就是安尼，但是咱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进入到一个身份，咱有上帝国的一个观念。所以伫这个所在，思想不断更新变化，然后目的是明白上帝的旨意，因为异象是出自上帝引导甲启示，对不对？那所以呢，有一个科学家伊安尼讲，伊讲吼，咱的实体，咱的身躯若是无持续改变就是死，安尼。我来讲起，其实吼，昨暝的黄牧师跟今天早上的黄牧师是不一样的。我讲哪里都无共款的。我当准备讲就就是今仔日要讲的不一样我当准备都免读。伊讲毋是安尼，伊讲你长迄个细胞整体上的细胞，已经很多细胞已经死，困一切了，你的细胞已经新的细胞安尼。所以对你的身体生理来讲，这是一个新的黄铜胚。意识没有改变，但身体的机能都改变了。那意思就是安尼，就是如果咱也无稍稍有一个改变，维持伫现状，迄个现状事实就是死，还是地告死。所以这是伫咱的环境中间，也是讲伫咱教会中间，也是咧个人中间，你必须要去慢慢。去根据这个变化，有人对比到，伊就讲，某一个人，我的妈妈、老妈妈，她的生命力停止在那个打电话时代。我什么意思？这么做些变化，做些更新科技但是伊拢袂晓用手机就今摆来卡拢卡电话所以他的生命都停留在打电话时代。
做一人嘛是安尼啊，对我来讲嘛是做大挑战，敢不是？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不断的改变，不断对调。如果无对调这样改变，那可能就是停滞，就是死，就是萎缩。所以，上帝意向就是上帝透过咱去建立伊的国度，超越现在所要实现的事。第三，意向要求咱的行动甲咱的卫生脱离安乐窝。意向的领域比咱个人的得救更较重要，比咱对永远的安全感、个人的安全感较重要。当有人信主了，发现在信主，上帝好的意向就是有一天去到天堂，安尼敢不是？好像是，好像不是。但是咱足侪人就是照安尼生活，信主了后，我的意向，我将来发展就是去到天堂得救安尼。安尼每一个意向拢共款，每一个人拢到上帝遐。事实毋是安尼啊！事实我得救了后，现在我伫教会中间，那到底我伫教会内面会当做甚物？伫上帝国现在伫即个世间的时阵，我会当做甚物？我会当将我现在的性命，我某种的才能投入伫上帝伫即个时阵要来完成的事。若是我关系到我个人得救，甚至关系到上帝国的一个执行。你的意向就是得救到天堂，这样吗？我相信不是。有一个每一个阶段所要完成的这个代志，所以伫遮咱希望会当甲上帝同工，关怀上帝国的需要，行伫伊旨意中间，安尼。教会咱现在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伫我现在时代心态来讲，慢慢无偌久了后，甚至公园教会黄通佩牧师时代快结束了，然后新的牧师时代即将开始。那这是后来这是什么种的精神？伫现在当然是照这个精神来发展，但是问题是半当了后。当罗牧师真正就任了后，这个精神就属伫咱每一个人，因为咱活伫一个新的精神中间，咱必须有一个思考。安尼我讲教会伫新的牧师带领中间，要什么发展？咱就等伊啊，等赖牧师看有什么种异象带领咱无？毋是。伫这个这个改变的中间，有什么种要调整的？有什么种要对现在这种情形发展一个新的？一个改变，爱追求上帝伫咱公共教育中间的一个旨意到底是甚么？我准备好势，我要怎样来投入一个新的精神内面？这是咱教会现在马上会去面对的一个发展。这是咱责任在伫咱，我退休就退休啊，将来就是咱每一个人面对这个精神，去追求上帝对咱的带领。所以，这些意向，不是安于现状，不是随波逐流，不是停止咱一切这的工作，然后伫迄个所在，处于关机、待机的状态，跟无都无关系。因为当咱会当完成上帝对咱个人、对咱教会一种的命定计划时阵，我想会当带来真大的喜乐，教会真大的上顶。而且会当带予咱性命更较丰盛。上帝咧做新的事，希望咱每一个人会当完成军队上的旨意。你可能会当想象我无事退休啊，喊你弄顺。AI 同我讲，唔通停止工作，不然你身心灵都会危险的。所以真正有这种普遍的概念，而且讲到这种概念，无事都不退休啊。所以我们会继续上路，走在服事的路上，新的阶段、新的意向、新的人生道路。愿上帝引带咱每一个人互咱一个新的追求。上帝啊，你要伫我心中做什么种新的事？咱三角来祈祷。上帝，阮伫你面前谦卑追求你的面，阮生命一直在改变，阮不断是面对新的事。
新的社会、新的生活环境、新的世界潮流。但是不变的是，上帝，阮常常倒来到你面前来追求，到底你伫阮心中，互阮的意向是啥物？安尼，阮会当行伫你的旨意中间，阮无抵到灭亡，阮就当互阮的性命还佫较丰盛。甲上帝你的旨意同行，完成你所交付阮的忠心服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所以用对义上出发这个题目来勉励咱众人，咱拢会当有一番新的思考，面对新的情势，来行往咱所有的未来。无论你即摆年纪偌济，可能拢有新的路伫你的头前。望上帝帮助咱，祝福伫咱的中间。咱来吟回应诗，回应诗1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咱唱第1节到第4节，请起立来吟。请坐，咱三角来奉献。起立吟奉献诗。
咱大家按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的一切所有，拢是天父上帝的恩典。阮的智慧、力量、机会、财富，嘛是上帝的恩赐。阮伫遮，大金钱献互主，互你所用，来表达阮的感恩，求你接纳。咱大家同心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所接报告，咱先来邀请立州长老陈美生长老来报告。大家平安。平安。请咱掀开周报第2页，我来报告。第1项，总会团伙会公告核准，咱的黄牧师伫今年的12月初2进庭退休，经过小会申請，先得中会也同意，所以咱伫6月28號要召開會員好會來鑑選賴牧師，做咱光復教會第9任的牧師。第2項，咱已經報告足一遍，也非常的重要，請大家把迄個時間來搭起來，咱做伙來參加會員好會。今仔日已經是14號，2禮拜後咱就要召開會員好會。請問大家敢有收到、看到這張小會公告內底有會員好會會員的名單？大家敢有看到？有吼，若是有疑問，若是有問題，請甲咱的小會的書記，也是甲辦公室聯絡來更正吼。好，第2項繼續報告。6月28號上午10點要召開鑑選牧師的好會，懇求上帝施恩賜福，互咱的會員好會當順利進行。當日，咱陪參的會員要有2/3的出席，較法度成會，請大家愛半工來參加咱的好會。第3項，6月初6小會決議，佇今年11月15，咱要借聖經學院的主聖館來舉行3合1的慶典的禮拜。會知影是咱70周年的感恩禮拜，下晡是黃牧師進庭退休禮拜，甲賴牧師的就任受職禮拜。求主保守帶領，感謝俄羅主。毋知有要補充報告的無？這個3合1呢，這是真大的一個聚會啦，吼甚至是咱光復教會這個歷年來最盛大的，所以迄邊的聚會3合170周年是咱內部咱來慶祝，當時一寡人敲電話講，3合1我下晡要參加你的，我先煞來參加你的70周年，所以70周年嘛有真濟可能教界會兄弟姊妹會來吼，然後咱有這愛宴佇遐來舉辦，這是咱內部咱家己慶典。那結束了後，咱可能愛全教會攏來參與這個籌備下晡的這個退休加迄個就任，足濟人會來，所以咱估計差不多至少550個，所以咱來招這個主聖館，聽咱停百幾台車，對南對北。對咱新竹新竹中會去其他中會甚至咱超教派才會對咱甲咱有這接觸攏會來參加，所以咱迄場是真盛大啦所以咱兄弟姊妹愛參與，然後呢，咱來協助這個籌備這個工作報告到這個所在。迄個70周年應該有真濟。光復橋會當邀請來參與這小會應該會起來進一步的迄個了解安尼另外，咱即擺迄個今日賴牧師有帶咱的道球班去八德教會交流所以無佇咱的中間。咱7月初5要舉行聖禮典望咱。若有要受洗，會當來佇
干事席来做报名吼。第9期的幸福小组福音的行动，为6月14甲6月20有一个有2组开始吼，望这个会当大家来注意。大神的课程，迄个返璞归真的基督徒助人者吼，这台语唔知要安怎读，反正就是你要用足顺服的人的心来做一个基督徒的帮助人的人吼，安尼啊，这个6月20休困，6月27恢复上课吼。啊来，新竹中会中区联合书记的儿童夏令营，我是媒体小达人，我是媒体小达人哦。这开始对囡仔个要来训练做媒体小达人啊，哦，真好哦。你出来若有迄升小学2年到小学6年的毕业生，拢会当来报名来参与哦。啊，请甲桃子老师，桃子老师若无清楚的，找迄个施凯文哦。啊，若佫较无清楚的，找咱玉琪。啊，若佫较无清楚的，找咱岳建杰哦，拢知影桃子是谁。OK， 啊来，后一个主日伫咱教会哦，有一个迄个新生合唱团，因伫遮为咱免费的迄个演出啊，咱爱打这个礼拜堂坐好晚哦，所以楼骹的票若摕无完，你会使摕等于。把你的亲戚朋友拢邀请来，哦，请因来听新生合唱团的演唱，哦，应该是迄个咱说明是团员之一，啊，牧师嘛团员哦，所以应该是一个很可以欣赏的、很可以聆听的一个音乐演唱会，哦，望大家会当来参与，吼。啊，会最近2礼拜拢要邀请苏万良长老来迄个主理，哦，啊，望咱。也这有缘会当来参与，啊，监选的会员好会6月28日10点哦，10点开始吼，啊，望你真个爱出席，吼，啊，咱长老教会有3间新学院，拢要办理迄个毕业典礼，吼，啊毕业，啊，另外桃竹苗区淡宜理学院，吼，7月初4伫丰文教会举行2024年班的结业感恩礼拜，咱吕春菊执事有参与哦，啊，恭喜啊！牧师要阁补充一番，来。啊，而且特别邀请吼，咱后礼拜日暗时啊7点来遮啊听这个合唱哦。啊，新生合唱团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合唱团啊。不过你若要听，过去拢要去买票哦，去影楼听吼。啊，这道因为要去日本交流，所以只有咱这个所在吼安尼。那曲目足丰富啦吼，有咱本地这合唱曲目，拢真好，这个乡土性的吼合唱曲目，客家的啦、台语的啦吼安尼啊，华语的，啊个有真侪咱的圣诗，啊个有要去日本唱的日本的民谣，啊算丰富吼安尼，然后总共10几首的款，17首啊18首吼安尼，啊所以免费，啊不过呢，你要爱票，啊伊互咱50张票啦吼，啊这么敢摕10张尔的款吼，所以楼骹1楼。啊，放伫迄个所在，啊，你当去哦，啊，当邀请朋友来参加吼。啊，特别是这个所在，我要恭喜啊，春菊执事吼，伊安尼真济服侍吼。啊，但是啊，用2年时间去读迄个淡宜理学院。咱教会这几年拢有毕业生，哦，安尼今年嘛够毕业生哦，啊，所以无数落去参加，啊，一人去来贺礼啊，或者先有过这个时间啊，来当去的人，来当做伙去。讨园也好，来参与来出席例会。迄个另外补充报告一个，那个陈传道伫1楼遐有伊著作的册，啊，望恁咱大家会当去遐来参观，啊，若有意爱会使遐来买啊，好，以上。咱的陈传道呢是多产作家，所以安尼一段时间就写出一册出来，吼安尼啊，所以若出册了，拢会来咱遮来卖啦，吼，所以一年拢来打3、4遍。伊嘛佫辅救一个青少年一个慈善的机构哦，所以上帝互伊真多这个文书啊，所以
伊讲伊安尼车搬来吼，安尼真重啦吼，所以较定选购吼，减轻他回去的重量吼，所以大家旁就机器。下礼拜主日礼拜结束了后，永壮的到落来应该爱场地应该爱小整理一下，哦，到帮忙一下 ，OK。好，咱最后来吟祝福车建的诗歌，信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咱唱2摆，哦，咱唱2摆。吟诗说，咱请牧师祝祷。上帝啊，你是不断做新事的事，做你不断伫教会中间扩展教会领域，你也伫阮的生命中间扩大阮生命的度量，做互阮会当愈来愈丰盛。也透过阮的服侍，互阮明白上帝你的旨意是何等的扩大，做你的国度何等的荣耀。上帝啊，愿你新的事启示伫阮的中间，互阮投入，互阮来执行的时阵。安尼，伫阮周围的人，阮家己本身都会当得到真大的祝福。我咱主是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参，圣神所赏赐的信心、快乐、感恩、三甲同在，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这乐道，愿上帝祝福。